終於等到啦，五洲家園清盤啊，而且咧係3期嘅喎，精裝修嘅現樓即買即入住。咁我哋而家一齊上去睇下。我哋而家咧就上到示範單位啦，呢度咧係120平方嘅大4房，可以先睇我哋外邊嘅景觀啦，非常之靚嘅，係睇我哋嘅海景嘅。咁呢度咧周邊配套都幾齊全下嘅，隔離咧就係嘉禾城，15分鐘就可以到珠海市區啦。呢邊咧係客廳嘅位置，餐廳好大，可以擺張長方形嘅長台。咁我哋門口呢度咧都係精裝修，交付標準就係所見即所得嘅。廚房咧係一個大 L 字形嘅啦，廚房4件套交付標準。咁呢邊咧就係一個雙開門嘅大冰箱位，我哋睇下佢嘅休息空間啦。呢邊咧係第一間房，可以作為長輩房，因為咧佢係見到我哋陽台嘅同款景觀嘅，比較靚。咁呢邊咧就係第2間房，第2間房咧你如果少人住嘅話咧，可以作為一個書房啊或者係學習房都冇問題嘅。咁呢邊咧就係第3間房啦，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或者係客房。不過呢間房都幾大下嘅，做客房咧可能有啲嘥咯。呢邊咧就係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，全部都係精裝修。睇下我哋嘅主人房，超長嘅一個衣帽間，呢邊咧就係洗手間。主臥咧同樣都係見到我哋陽台嘅同款景觀嘅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下方留言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